嗱，各位，我哋今日嚟到吉隆坡嘅獨立廣場啊！呢個就係吉隆坡嘅獨立廣場啦。呢度係咩地方啊？呢度咪就係吉隆坡嘅獨立廣場。哦，吉隆坡嘅獨立廣場。呢度咧，呢度咧現林地嘅，同埋呢個有個鐘嘅咧，就係以前殖民地喺英國殖民地嘅總督府嚟嘅。而家咧就改咗為呢個係博物館啊！睇唔睇到啊？嗱，呢個政府大哥大呢個就係大哥大塔咯，大哥大塔。大哥大塔。係啦，兩個字啊，2個字，時間10分鐘，俾你錄影啊！睇到未啊？哇！你話呢支馬拉旗犀利啊！高高升起係嘛？睇落去唔知以為係美國旗，都知唔係美國旗嚟嘅，呢個大馬旗嚟嘅嚇，千祈唔好搞錯。大馬旗裏邊咧就嗰支旗嘅嚟講有月亮就呢個唔係太陽，星星嚟嘅，咁月亮星星嗰啲柳條咧一條白一條紅嗰啲就代表咧一條代表一個州，14條14個州係咁嘅意思嘅。睇到未啊？呢個廣場都唔係好大嘅啫，好細嘅啫，呢個廣場係嘛嗱？呢個廣場唔係好大嘅，好細嘅啫。嗱，睇到未啊？周圍冚唪唥掛滿晒國旗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佢馬來西亞咧8月31號就係獨立日，即係國慶日。咁佢有兩個國慶嘅喎，一個就係馬來亞，即係咧就係8月31號國慶嘅呢個國慶日，仲一個咧後來就統一咗，攞埋呢個東馬，咁東馬咧都歸順咗啦，即係全部統一咗啦，咁咧就變咗咧9月6號咧又係東馬回歸，即係東馬回歸俾馬來亞，變咗咧就即係大統一，咁變咗咧就叫做馬來西亞，本來係馬來亞嘅，而家就馬來西亞就實際上就合併咗呢個東馬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個面積係大咗啦，佢面積都有33萬平方公里嘅喎，都唔細嘅喎，等於30幾個台灣喎，33個台灣咁大喎，嗱你睇下呢個傻。